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依家咧就由我 Michelle 同大家講一講今日11月4號嘅天氣。今日凌晨以及早上咧天氣係清涼，大致天晴以及乾燥，相對濕度介乎33%至到59%之間，而氣溫咧就介乎攝氏16至到24度之間，吹溫和至到和緩嘅北風以及咧就係東北風㗎。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30至到83，空氣質量水平係屬於良好至普通。而曬嘅下聽日嘅空氣質量指數，路邊監測站同埋高密度住宅區係60至到105，空氣質量水平係屬於普通至不良。一般性監測站係75至到105，空氣質量水平係屬於普通至不良。今日自來水鹹度係每升107毫克，屬於綠色低鹹度嘅級別。Bobby 話明日嘅天氣咧將會係天晴以及乾燥㗎，睇一睇衛星雲圖啊！預料籠罩住中國以及鄰近海域嘅一股大陸性反氣旋將會持續影響本澳嘅天氣。一齊睇一睇未來幾日嘅天氣情況。預測明日咧將會係天晴，部分時間會多雲以及乾燥㗎。由於天文潮嘅關係，晚上大概8點至到12點，低窪地區咧會發生海水倒灌，而氣溫方面將會係介乎攝氏18至到25度之間，吹溫和至到和緩北至到東北風。星期五多雲，部分時間會有陽光以及較為乾燥。同樣咧都係由於天文潮嘅關係，晚上大概9點至到凌晨1點，低窪地區咧將會係發生海水倒灌㗎。氣溫方面將會係介乎攝氏21至到26度之間。星期六多雲，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樣咧都係天文潮嘅關係，晚上大概10點至到凌晨1點，低窪地區將會係發生海水倒灌㗎，大家要注意啦。氣溫方面將會係介乎攝氏23至到27度之間，而星期日咧就會比較多雲，部分時間會有陽光，氣溫係介乎攝氏23至到27度之間。一齊睇一睇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情況。北京係天晴0度至15度，上海多雲9至20度，台北多雲16至24度，廈門多雲14至24度，廣州天晴14至到24度。而喺亞洲嘅各大城市方面，首爾多雲5至15度，東京多雲9至19度，馬尼拉間中有雨24至32度，曼谷多雲22至32度，新加坡有雷暴24至31度，雅加達有雨26至到35度。一齊睇一睇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好啦，今日嘅天氣報告完畢啦，拜拜。